端午節就嚟到啦，浩翔興奮咁望住嫲嫲準備包粽子嘅材料，心入面充滿期待。呢一日唔單止有美味嘅粽子，仲有熱血沸騰嘅龍舟比賽，甚至仲可以製作香包嚟驅邪保平安。但係端午節真係只係食粽子、比賽同掛艾草咁簡單咩？定係其中收埋更多有趣嘅故事同秘密？等我哋一齊跟住浩翔探索呢個充滿傳統同驚喜嘅節日啦HY Story。端午飄粽香。農曆5月5日端午節快到啦，浩翔見到嫲嫲買粽葉、蝦米、豬肉、魷魚乾，興奮咁又叫又跳。嫲嫲好奇咁問佢：你點解咁開心啊？一年之中嘅所有節慶，我最鍾意端午節。浩翔笑住講：因為我哋明正齋餅鋪冇生產同端午節有關嘅糕餅，我終於可以同其他同學一樣好好過節啦。哦，原來係咁。嫲嫲笑咗一笑。爺爺喺外面睇店，爸爸同哥哥報咗名參加龍舟比賽，去河邊做團隊練習。浩翔跟住嫲嫲洗粽葉同糯米，子將曬衫用嘅長竹竿攞過嚟，架喺廚房嘅窗戶同菜櫃中間。媽媽將豬肉同蝦米用醬油同糖醃好，子又去攞幾個小板凳嚟，大家坐喺竹竿底下開始包肉粽。雖然以前學過包肉粽，但係一年先包一次，手法就冇咁熟練。浩翔認真睇住旁邊嫲嫲嘅手法，慢慢亦愈包愈好啦。包好嘅肉粽用棉繩纏繞綁緊，然後掛喺竹竿上面，漸漸地掛成咗一整排，好壯觀。平時用嚟蒸發糕嘅大灶，而家大鍋入面裝咗8分滿嘅水，煮到沸騰。媽媽將12個肉粽嘅成球綁成一掛，然後放入滾水中，蓋上鍋蓋去煮。大鍋蓋邊慢慢噴出粽葉特有嘅香氣，令浩翔忍唔住流口水。煮熟嘅肉粽用大盤裝住，拎到前面店入面。正好爸爸同哥哥團練結束返到屋企，嫲嫲端嚟一鍋排骨筍片湯，大家圍喺櫃台邊，開始品嚐肉粽嘅美味。哇！香軟嘅糯米裏面有竹葉嘅清香，配上鹹香嘅豬肉同蝦米、魷魚乾，實在係人間美味。爸爸讚嘆地講：食起嚟好香甜。哥哥笑住講：邊度甜？浩翔疑惑咁問：又冇糖果咁甜？你係咪練得太攰，餓過頭啦？爸爸對浩翔講：你仔細體會一下，睇下有冇食到甜味。浩翔再咬一口肉粽，慢慢嘅咀嚼，並且用心體會。不久佢揚起眉毛，開心咁講：哦，我食出嚟啦！豬肉、蝦米同魷魚乾嘅鹹味入面甜甜地，尤其係肥豬肉嘅部分特別有甜味，仲有糯米，
越嚼越甜。講得冇錯。爺爺俾出大拇指誇獎佢。媽媽話：除咗我哋包嘅呢啲粽之外，市面上亦都可以見到唔同嘅粽，例如油飯粽、鹼粽、瀘州粽、荷葉粽等等，都好好食㗎。荷葉粽、油飯粽、水煮粽、鹼粽、瀘州粽。食飽飯休息咗一陣，子子去屋企拎出做香包嘅材料，大家又圍喺櫃台旁邊一齊做香包。爺爺同爸爸需要招呼客人，冇攞針線。媽媽做咗一隻金魚，嫲嫲做咗一隻小馬，子子做嘅係小兔子，浩翔做咗一顆小蘋果，哥哥轉身窩喺旁邊，唔知做緊乜，好神秘。估唔到佢做好嗰陣，大家都好驚喜，紛紛稱讚佢手巧心細，因為佢做咗個立體嘅小男孩，臉上仲用黑線縫出五官，非常逼真。大家將做好嘅香包掛喺頸上，身上都飄出咗淡淡嘅中藥香。石菖蒲、玉香、紫蘇、丁香、佩蘭、艾葉、桂枝、白芷。第二日正正就係端午節，嫲嫲喺市場買返菖蒲同艾草，高高咁插到店門邊。呢個係要嚟做咩㗎？浩翔好奇地問。避邪。嫲嫲話：琴日做嘅香包都係為咗避邪。避咩邪？嫲嫲指住店入面嘅電視機。浩翔跑入去睇，正好見到熒幕播放白蛇傳嘅影片。白素貞飲咗丈夫許仙控佢嘅雄黃酒之後，突然現出原形，一條張開血盆大口嘅大白蛇塞滿成間屋，將許仙嚇死。避邪，即係避妖怪？浩翔疑惑咁問。5月5日端午節就叫做惡日，正好係春天同夏天交接嘅時候。爺爺解釋話，又係梅雨季節就嚟結束，氣溫高，濕氣重，霉菌、細菌、烏蠅、蚊蟲都大量滋生，容易令人生病。仲有俗稱五毒：毒蛇、蠍子、壁虎、蜈蚣、蟾蜍開始活動，所以人人都要帶香包，令到佢哋唔敢靠近。中午時，媽媽將小台搬到店門口，放上2掛玉粽，拜土地公，同時亦喺神明廳奉上玉粽，拜祖先。嫲嫲用臉盆裝水，上面斜放一條毛巾，擺喺店門外曬太陽。拜神結束後，嫲嫲將毛巾喺盆入面弄濕，俾大家洗臉。估唔到炎熱嘅陽光將臉盆入面嘅水都曬熱咗。浩翔覺得毛巾好溫熱，擦起臉嚟好舒服。除咗用香包、紅黃酒、菖蒲、艾草避邪，要增強自己嘅抵抗力先得。嫲嫲話，用午時水擦擦臉，
可以將正中午嘅陽氣插到身上面，令身體強壯。子子拎嚟一盒雞蛋，叫浩翔一齊嚟玩立蛋嘅遊戲。邊個先將雞蛋立喺平滑嘅地板上面而唔倒下，邊個就可以得到好運氣。哥哥第一個將雞蛋立起身，大家都好羨慕佢。下午3點多，太陽比較冇咁大啦，河邊嘅龍舟競賽要開始啦。爸爸同哥哥急忙過去，最後哥哥同爸爸呢一組奪得冠軍，大家一齊拎住獎杯影相。浩翔覺得好驕傲，希望自己快快長大，亦可以參加龍舟比賽。小朋友，你哋有冇睇過賽龍舟？每年嘅端午節都會有賽龍舟嘅活動，快啲請爸爸媽媽帶你去睇賽龍舟，睇下可唔可以揾到浩翔同佢嘅家人。你會點樣度過端午節？故事講完啦，多謝你嘅收睇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分享。聽聽音樂，放鬆心情，準備瞓覺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晚安。